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大家一定要留意啦！2026年4月啱啱出咗個好重要蟹突發消息，如果你或者身邊蟹老人家、基層家庭平時生活氹氹緊，或者覺得而家啲木價貴到飛起，今次呢個消息你絕對唔可以錯過。政府啱啱公布咗最新蟹短期食物援助服務，即係大家平時叫開蟹食物銀行，正式調整咗入息同埋資產限額。最令人驚喜蟹係今次放翻咗好多，就算你而家領取緊長者生活津貼、高齡津貼，即係生果金、傷殘津貼，甚至係在職家庭津貼，只要你符合新蟹限額，一樣可以申請攞募資。呢份稿我會詳細同大家拆解。2026年最新蟹環法係點樣？到底加咗幾多？你又要去邊度申請？我哋先講下今次點解要改。入到2026年，大家見到超市啲嘢食貴咗幾多？一排蛋、一包米，甚至係菜錢，基本上都升咗唔少。社會福利署睇到呢個情況，知道如果唔加個入息上限，好多原本生活困難蟹人都會因為超咗少少標而申請唔到。所以由2026年4月1號開始，成個短期食物援助服務蟹民盤全面調高。我哋首先睇下最關鍵蟹入息限額先。以前可能你每個月割多幾百蚊就唔符合資格，但而家新蟹標準係咁樣係。如果你係單身人士，即係一人住戶，而家喺每月入息限額已經放翻到11500幾蚊左右，而資產限額亦都相應提高。如果你係兩口子，即係一人家庭，個入息限額更加去到超過18000蚊。大家諗下，好多兩公婆住公屋，可能一個做兼職，一個攞緊生果金，以前好容易會超標，但而家2026年度新調整之後，個空間大咗好多。至於三人家庭、四人家庭，限額就更加鬆。三人家庭蟹入息上限已經去到23000幾蚊，四人家庭就更加係接近29000蚊。呢個數字對於好多基層家庭嚟講係一個好大改喜訊。點解呢？因為好多打工仔雖然有糧出，但交完雜費、食飯、交通，其實剩返海錢真係唔多。今次調整個核心理念就係要幫到呢班差少少先可以申請到援助蟹人。大家最關心下一點，亦都係今次最重要蟹資訊，就係好多老人家或者殘疾人士，佢哋以為自己攞緊政府錢就唔可以再申請食物援助，呢個係大錯特錯啊！聽清楚啦，如果你而家係攞緊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成日講喺長津，或者你係過咗70歲攞緊高齡津貼生果金，又或者你係領取緊普通或高額傷殘津貼，只要你喺仲入息同資產唔過我頭先講嗰個新限額，你依然係可以申請短期食物援助㗎。仲有一班朋友係領取緊在職家庭津貼，即係積針。好多人以為積針係幫緊有工作蟹家庭，應該唔屬於貧窮，但其實積針蟹受助人好多時都係生活喺基層。政府喺2026年海新指引入面特別提到，積針家庭如果遇到突發經濟困難，例如突然停工、工時不足，或者家入面有人病咗要使大錢，只要經過社工評估，一樣可以獲批呢個食物援助服務。咁到底呢個服務可以幫到你啲乜呢？大家唔好以為只係得幾包公仔麵。而家2026年蟹食物銀行服務已經做得好全面，通常一個批核期係8個星期，即係2個月。喺呢2個月入面，機構會提供唔同種類海食物俾你，包括最基本海米、油、罐頭、麵食，甚至有啲地區中心會提供超市現金券或者食物券，俾你去指定海鋪頭買新鮮蔬菜、肉類或者凍油。對於老人家嚟講，佢哋甚至會考慮到你蟹健康需要，提供一啲低糖或者低鹽蟹營養食品。申請蟹手註其實唔複雜，但大家一定要帶齊嘢。你需要準備好你蟹身份證明文件，最近3個月蟹銀行存證或者月結單，記得要印埋個封面，因為要有你個名同埋戶口號碼。另外就要有住址證明同埋證明你經濟困難蟹文件，例如糧單，或者如果你係失業牌話就要有相關證明。如果你係領取緊長津或者生果金，最好帶埋寫草嗰封批核信，咁樣社工做嘢就快好多。咁要去邊度申請呢？呢個食物援助服務係由政府撥款，委託唔同蟹非政府機構 NGO 去營運蟹，全香港分咗唔同區域。例如，如果你住喺中西區、離島區或者東區、灣仔區，通常係由聖雅各福群會負責。如果你係住喺九龍城或者油尖旺，就可能係由龍椅或者他家指定機構處理。觀塘區就通常係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。而元朗、屯門嗰邊好多時係由博愛醫院或者成功會負責。大家如果唔清楚自己個區歸邊間管，最簡單蟹方法
就係打去社署熱線，或者去你屋企附近蟹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問下，佢哋一定會指到條路俾你。我知好多老人家會話，哎呀，我都有幾萬蚊棺材底喺度，係咪申請唔到㗎？呢度我要強調，資產限額喺2026年都一併放寬咗。例如，一人住戶蟹資產限額而家係10萬蚊左右。如果你銀行嗰幾萬蚊係用嚟防老蟹，只要唔過呢個數，你依然係合資格申請。政府明白大家生活唔容易，呢嚿錢係俾你應急用，唔會因為你有少少儲款就唔俾食物你。大家可能又會問，如果我以前申請過，而家仲申唔申請得？短期食物員做蟹員職係幫你渡過難關，所以通常係以8個星期為一個週期。如果你8個星期之後情況依然冇改善，社工係會根據你蟹實際情況考慮續期。喺呢個2026年嘅新安排下，社工蟹評估權力大咗，佢哋會更加人性化咁去睇每一個個案。如果你真係因為病咗返唔到工，或者家入面突然有大支出，只要你講清楚，佢哋都會盡力幫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真實個案，等大家明白個文蟹係點運作。有位陳博，佢今年75歲，攞緊高額長宅生活津貼，大約4000幾蚊一個月。佢同太太2個人住，陳太就冇收入。以前陳博覺得自己攞緊長津，就唔好意思去申請食物銀行，以為會俾人查。但其實2026年新例下，佢兩公婆加埋蟹資產只要唔超過新上限，佢哋係完全可以去申請嗰8個星期蟹食物員做。咁樣陳博每個月就可以慳返1000幾百蚊蟹買市錢，攞去睇醫生或者買藥，生活壓力即刻細咗好多。又例如一個單親媽媽，佢做緊兼職，每個月賺9000幾蚊，仲攞緊積針。喺以前喺標準入面，佢可能啱啱踩界，但2026年入息限額加到11000幾，佢就變咗係合資格人士。佢申請咗之後，小朋友每餐都可以食到營養好啲蟹食物，有米又有肉。呢份援助對於基層家庭嚟講真係及時雨。我想提醒大家，4月份係一個調整期，好多機構喺標價可能啱啱更新。如果你去到中心，記得主動問清楚社工。我聽講2026年4月調整咗限額，我想睇下我合唔合資格。唔好怕醜，呢啲係政府提供喺社會福利，目的就係要確保每一個香港人都有飯開。另外，大家要注意申請時間，通常中心喺辦公時間係星期1至5，有啲中心星期6上午都會開。我建議大家去之前先打個電話去預約，免得去到要等好耐。電話入面你可以先報一報你大概蟹入息同埋資產數，等社工初步幫你評估下，費事你白跑一趟。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關於緊急援助。如果你而家真係屋企完全冇米落鑊，連呢幾日都捱唔到，你唔使等嗰個正式審批。短期食物援助服務係有緊急撥款蟹機制，社工可以先備少量蟹乾糧你應急，然後再慢慢搞手續。所以如果你真係遇到好大困難，一定要開口困人幫，唔好自己一個死撐。喺2026年呢個時代，資訊流通好重要，好多時大家唔係唔合資格，而係唔知有呢個資訊。我今日講咁多，就係想幫大家打破嗰啲舊有蟹觀念。唔好以為攞緊生果金、攞緊傷殘津貼就冇得申請，唔好以為自己有少少資產就唔合格。只要你係香港居民，只要你喺經濟情況真係唔穩定，呢個服務就係為你而設。大家亦都要留意，除咗政府呢個短期食物援助之外，好多民間機構、郊害、慈善團體都有類似蟹食物分發計劃。不過政府呢個係最穩定、募資最充足蟹。如果你喺申請過程中遇到任何困難，例如啲機構話你唔合格，但你覺得自己明明符合新限額，你可以要求佢哋詳細解釋返個入息點樣計，或者揾區議員、社工幫手跟進。總結一下今次2026年4月蟹重點：第一，入息同資產限額調高咗，更多人可以申請；第二，長津、生果金、傷殘津貼、職津受助人一樣可以申請，只要你唔過嗰個限額；第三，援助期通常係8個星期，有需要可以再評估；第四，記得帶齊身份證、銀行本同住址證明，去你所屬地區蟹 NGO 中心。最後想同大家講，生活艱難係事實，但社會上面仲有好多資源可以幫到手。大家記住要守望相助。如果你見到鄰居老人家平時食得好慳，或者見到啲基層家庭生活好辛苦，記得將呢個2026年4月蟹新消息話俾佢哋聽。一餐溫飽對於好多人嚟講，可能就係生存落去蟹動力。我會建議大家攞份報紙或者用紙筆抄低嗰幾個數字。如果你係單身，入息限額大約11500，以人家庭就18000幾，
只要你每個月喺總收入唔過呢個數，你就可以大膽去試下申請。記住，係總收入，即係包括你份人工、政府津貼、仔女俾你喺家用等等。雖然計落好似好多項，但因為限額放寬咗，其實中蟹機會係大咗好多。大家唔好覺申請呢啲係攞福利好失禮，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啟發。今次你攞咗原做，等你環境好返啲喺時候，你可以再去幫助其他人，呢個先係香港人嗰種同舟共濟海精神。2026年海香港雖然挑戰好多，但只要大家識得利用資源，互相扶持，一定可以過到難關。如果你對申請流程仲有啲乜嘢唔明白，或者你想知你個區具體係邊間機構負責，你可以去社署喺官方網頁睇返短期食物援助服務嗰一版，入面有晒全香港所有辦事處喺電話同地址。又或者你可以去你平時去開蟹長者中心問返嗰度蟹社工，佢哋一定有最新蟹仔人。記得啦，2026年4月呢個係一個新蟹開始，新蟹限夜已經生效，唔好等啦。如果真係有需要，今日就去了解下。大家保重，希望呢個資訊可以幫到你，亦都幫到你身邊有需要蟹人。我哋下次有新消息再同大家報告，一定要留意住最新蟹政策變動，因為呢啲全部都係關乎大家蟹切身利益。再補充多一點，關於資產蟹計算，好多老人家會擔心自己嗰份保險或者強積金會唔會計入資產。通常嚟講，如果你份保險係有現金價值蟹，係會計入資產，但強積金如果你仲未到領取年齡，一般係唔計蟹。所以大家唔好自己嚇自己，最好係帶埋啲文件去俾社工睇，由佢哋專業喺角度幫你計。好多時計法同你想象中唔一樣，可能計完之後你係完全符合資格價。最後，我想講多句，雖然呢個係短期食物援助，但其實佢係一個敞口。當你走入去中心申請食物蟹時候，社工亦都會評估你仲有冇其他需要，例如住屋問題、醫療問題或者心理壓力。所以呢次申請可能係你改善生活係一個契機。大家加油！2026年我哋一齊撐住。大家要記住，呢個世界冇嘢係解決唔到蟹，只要肯踏出第一步去搵資源。2026年蟹政策調整就係要為大家提供更多蟹安全網。如果身邊有人因為面子問題唔肯申請，你要勸下佢哋。政府蟹錢都係嚟自納稅人，大家有需要蟹時候攞嚟應急，係理所當然蟹。好啦，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都對2026年4月呢個短期食物援助新安排有咗好深入蟹了解。記得將呢條重要信息分享出去，等更多街坊受惠。大家記得要帶齊嘢，問清楚，唔好驚。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身體健康，餐餐有飯開。